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台中一间连锁的豆花店，今年1月开出一张发票，有着1000万。想袂到有人少想这笔钱，竟然假做法院的公文，讲这张发票毁损啊，叫店家就要补印。加在这1000万的奖金，早就互得奖的人领去啊！元港无用市市经理台面，台中一间豆花店今年1月开出一张1000万特别奖的发票。最近煞有不法人士想要假造台南地院法院的公文，讲做发票毁损，要求店头爱补印。他先问我说，这几天有没有那个财政部公文下来给我们，就是要补印给他。我就说我还没收到。店头嘛毋是真相信，要求爱留法院的影印本了后补印。好在再补印的消息，嘛引起中区国税局的警觉出面查证，确认公文是假。奖金嘛早就互发票真正持有人领走，嫌犯则无骗过面，转来目前交由台南2分局伫侦办。国税局的人来求证，说为什么这张发票会在做补印的动作？我说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台南的地方法院开出来的一个公文。照统一发票记账办法的规定，发票因故破损无齐全，还是写的内容无清楚，会当提关发票去开发票的店，经过店主确认发票收集年甲准金年是同款的，会当补印一改。不过若是拍无去，是无法度补印的。国税局提醒民众，使用发票载具欠起咧线顶，会当降低发票毁损，也是互人偷领去的风险。店家补开了，要拿这一张补开的发票跟登记不清楚的那一张发票对奖，也会有机制来跟我们来确认说这张发票是不是可以对领的发票。接获不明或是可疑的电话以及简讯，请立即拨打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客服专线。警方提醒民众多方查证，表示提假公文想要补印中奖发票诈领奖金，恐惊涉犯伪造文书加诈欺罪，已经发公文要求嫌犯到案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